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1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淘金热。没聽錯啊，就是淘金。這個不是美國西部片那個淘金熱，也不是發生在上個世紀初的東北的淘金熱，它是發生在現在中國的西部。這是怎麼回事呢？11月上旬甘肅隴南市康縣燕子河發生了一場奇景。什麼奇景呢？在只有4攝氏度的凌晨，數十人聚集在燕子河中，不停地搖動着手中的盆，他們在淘金。這些人裡有附近村莊的居民，也有遠道而來的淘金者。當然了，這場集體淘金活動幾天後就被有關部門喝止，但這只是一幕事實上，淘金不只發生在燕子河。有人告訴記者由於中國大大小小很多河道裡都有沉積的碎金子，淘金的行為一直存在。以前淘金是個小眾的行為，但從2023年開始，越來越多人加入淘金行列。他直播間裡一個從事淘金設備的人他說他的直播間裡粉絲以每年30%的速度遞增，微信粉絲群已建起了20個。這些近年入行的人有着清晰的畫像。什麼畫像呢？什麼人現在在淘金呢？找不到工作或者做生意賠了錢，希望淘金能成為他們新的生計。三联生活周刊前2年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年入20萬誘惑下湧入河道淘金的人。這個文章他以一個叫李金龍的這麼個人以他的親身經歷，他的口述來為大家描繪一幅年輕人淘金的一個景象。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年輕人做生意失敗了，走投無路，跑去淘金，發生在當下的社會這個李金龍這是這個三聯生活周刊的這個主人公他是東北人。2023年他在老家那個養殖場由於豬瘟爆發宣布倒閉，那就肯定賠了一塌糊塗沒辦法投入到淘金事業。結果他現在算下來，他說每年能賺20萬，但是幹了2年以後這個李金龍說淘金發財只是淘金人的夢想，付出辛苦也不一定有高回報。2年下來之後這個李金龍並不看好這門生意。他發現淘金能賺到錢的人10個裡面有1-2個都算多的，也就是淘金賺錢比炒股賺錢還難。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看看這個李金龍他的口述這個李金龍說他說我幹過很多營生，初中畢業之後我讀了職高，那時候流行學汽車修理，我從2003年開始做汽車修理工，工作很穩定，每月賺5-6千元，在我們那邊相當不錯。但是這種穩定對我來說沒有用，我在城市裡沒有房子，一直租房住，結婚也有孩子了，這一年到頭收入也就幾萬塊錢，沒什麼增長空間，我還是想多賺點拼一下。這個是當下年輕人都是這種心態然後他就想着一直轉型那他本來想開個修理廠，因為他幹的就是修理這工作但是他也覺得修車這個行業要想多賺錢，那你就心黑一點。這個大家都懂小毛病大修嘛，對吧？坑蒙拐騙，本來是拧幾個螺絲的事情，他非要讓你換件，那不就這意思嗎？幾十塊錢能解決的活，跟車主說有大問題，得花上幾百上千。這個李金龍說他雖然想賺錢，但是他也不想靠蒙騙賺錢，所以這個他就不想幹這個機修廠。那本來他轉型最絲滑的就是自己，对吧？另起爐灶搞個汽車修理廠，但是他偏偏選擇了養豬，是因為他父母在村裡面養雞，但是因為養雞那2年行情不好呢，他父母呢就買了2頭母豬，但是父母不懂技術，然後這個李金龍他就去人家這個養豬的直播間去看，聽別人講這個養殖技術，在那學習，慢慢的他就懂了很多了，然後他就算賬，覺得自己回家養豬的話對吧，養15頭母豬一年正常2窩半，一年能出欄300頭生豬，一頭豬賺300，一年就能賺個9萬塊。這都是理想算法比他現在上班對吧能多賺1倍。最主要是他在村裡面，那他的花銷也會小，也就是他餘下的錢會更多。所以他就下定決心回家養豬。這要是早聽到我的節目，他就不會去養豬了。這養殖這就是也是賭博养殖行業就是賭博，
他在養豬的同時啊，他還順帶種草莓，還是搞種植。但是他发现種植一個投入大，第二個維護成本也高，對吧？也就是不僅是資金投入啊，你體力投入，对吧？這些他就發現啊不行，所以說他當地種草莓，他收，然後他搞直播間，在直播間裡賣，就幹這事。所以說這個李金龍啊，曾經啊過了幾年的好日子，一邊養豬一邊賣草莓，一年能賺個小幾十萬，那不是好日子嗎？2022年的時候，我已經有了2個養豬場，2000平米左右，700-800頭豬。但是好景不長，說電商發展起來以後，我之前的短視頻平台被收購了。那時我沒有那覺悟，還是只會發些平平常常的種草莓啊、摘草莓的視頻，不懂什麼叫引流，沒幾年就沒單子了。養豬也從這一年開始走下坡路，豬肉價格越來越低，一年下來基本不賺錢。一個他的那個直播平台被人收購了，不是他被人收购啊。2018年的时候，各种这种短视频平台还挺多，还是内卷互相竞爭的时候，所以也影響到他的這個直播賣草莓，流量慢慢沒了。那養豬呢也遭遇滑鐵盧。他說一方面那幾年這個行業太暴利了，很多人看到行情好就加入，養殖戶越來越多，豬肉價格一路走低。另一方面資本也看重這個行業，包括一些房地產的龍頭企業，隨着樓市下行也在轉型。當我看到現代化和自動化養豬，一個飼養員可以養到1000頭豬這樣的宣傳時，就意識到我們這樣的小養殖戶肯定會很困難。那是他還不知道什麼叫豬周期，這個豬周期這政府都沒辦法控制，你一個養殖戶你怎麼能控制呢？他說他想轉型做生豬奔養，什麼意思啊？就把豬放在山上，搞一塊山地散養，生產期12至14個月，比普通養殖飼養周期長1倍。但一方面市場沒有資本擠壓，一頭豬能賺2-3千元，另一方面養的數量減下來，風險還小。但我的養豬場規模太大，船大掉頭難，想脫手不是那麼容易。正當我籌劃的時候，2023年非洲豬瘟再次爆發，8月開始發病，到了9月末的時候全死，母豬能賣的賣了，肉販子開價只給1-2塊一斤，病死的走保險理賠，小豬都直接拉走做了無害化處理，最後算了一下賠了40-50萬，基本這幾年賺的都賠進去了，外面還有近30萬的貸款。你看看一個豬瘟幾年白幹還欠一屁股債，這就是養殖戶啊，這風險太大。我身邊很多當年看到紅利進場的30出頭的年紀，受不了這個壓力，都有點走極端了。我的心態還算好的，起起落落，錢沒了，想別的出路唄。這個李金龍在養豬的時候，經常刷到直播間，其中就有淘金的直播間，所以他就關注了，感覺這個淘金還是個路子，偶爾會看看。但那時候有正經的活幹，也沒太當回事。養豬場一倒，我開始想之後做什麼，回去老本行汽修只能維持生存，我才不到40，還想再拼一下，幹點小買賣吧。現在的經濟形勢也不好，所以就動了淘金的念頭。所以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就到江西去旅遊，因為他的直播間聽說過江西的河道裡沙金多，正好順道去探探路。這個李金龍花了30塊錢買了一個淘金盆，背着就去了。那時候什麼也不懂，我問直播間裡人哪裡有金，他告訴我一個地方，我一搜離我200多公里不遠，我就買了個鍬，又買了點螺絲刀、小鏟子，說去就去。按照直播間教的，走能看見底板露起眼的地方，合適的地方不是那麼好找。剛開始淘了半天也看不到，後來有一盆能看到星星點點很小的金，看了之後再努力，就專找這種地方。沒幾天我搞了一個火柴頭那麼大的金粒，我一下就覺得這個行業有戲。他說我經常看的直播間老板是賣淘金設備的，經常會分享一些淘金知識。我從江西離開後去山東找了他，花2萬塊錢買了套虹吸設備。那時候心裡其實沒有底，但我剛剛經歷了之前1個月虧幾十萬，想這2萬塊錢也無所謂，又花了3萬塊買了一輛越野車，就這麼上路了，開始了他的淘金之旅一共是花了5萬塊。10月20號我開着越野車從老家出發，來到了江西淘金。這是我全職淘金的第3個冬天。中國分布着很多金礦點，以礦點為中心，經過雨水沖刷和地殼運動搬運分散開來。附近大大小小的河道裡，基本都有碎金子沉在水底，也就是俗稱的沙金。通常講一個區域一個範圍有金，實際上就是那個黃金被河水沖刷沖下來，存在那個地方。那麼只要能找到這種地方那這個範圍
80%-90%的這個周邊河道那就有金子，然後再根據你找的那個金子的形狀、稜角怎麼樣，對吧？如果這個金子金粒啊還比較大，稜角比較有稜有角啊，說明這個金礦金源呢就離這個地方不遠。如果那個金子已經被磨得很小、很光滑，那說明它搬運的这河水把它搬運的这個比較長啊，那就這個金源金礦啊離這個金子稍微遠一點，就這個意思啊。就是根據這個河水搬運金子的這個你發現的金子的這個形狀來判斷真正的，對吧？那個金子的聚集地在什麼地方？是從上游搬來的，還是在附近幾公里的地方？這個就是在河裡淘金的啊秘訣和這個攻略。這個李金龍說啊，他說我到一個陌生的河道，首先做攻略就是看地圖，找轉彎的地方，因為轉彎的地方河水流得慢呢，對吧？在那兒那個金子更容易沉澱下來。到現場要看石頭，看有沒有馬牙石、石英石，這種我們常常稱為拜金石。他說有這種石頭的地方大概率會有金，然後我們要找縫隙、凹槽、漏底板的地方去挖，看看一盆有幾個眼兒，這個指的就是碎的那個金顆粒啊。如果一盆2-3眼，盆盆都有，这个地方就可以下車試一下機器。像這種探礦找礦是最花精力的，但卻是重中之重。10個人裡面也就1-2個有耐心和能力去篩選。比起傳統的手工窯盆淘金，現在很多新的機器技術，像我用的是虹吸的設備，它就像吸塵器一樣，能吸到更底下河道的東西。石沙被吸上來，經過管道、擴口、溜槽，在溜槽的橡膠墊和粘金草上過濾一遍，大部分的沙子和沒用的金屬就能過濾掉，留下的就是重金屬和金子。我們再去窯盆把金子給篩選出來。為了用設備，我還專門學了潛水，設備吸嘴的口徑大概4厘米。我一般一隻手拿着吸嘴，一隻手把大石頭手動給撿走。要是純彎着腰幹，腰酸背疼不說，效率還低下。一般在水下，我會一口氣待上近2個小時，這也不是個好差事啊！泡在水底下，每天從早上9點幹到下午5點。哎，也差不多8小時啊，工作制啊，天天泡在水裡。這2年幹下來，我把手伸到車窗外，風一吹，手指頭就隱隱作痛，幹出職業病出來了啊！說淘金是個極不穩定的營生，有時候我半個月也找不到能淘金的地方，有時候找到了，趕上雨季發水了，也幹不了活，還得等。還有時候剛幹一會兒就被舉報了，不讓幹，只能換地方。那這個淘金這行業也是3天餓9頓呢。這個李金龍說啊，我一般年後先去山東和南方，等5月份開始，東北就能幹活了，回老家附近淘。老家河道裡金子不多，每天淘半克和1克。哦，現在1克黃金是1000多啊，一天能淘1000多，那這個收入還不錯啊。說單吃住家裡成本也低，等9、10月份老家水結冰了，我就去南方幹到過年。這也是全國各地到處跑啊。他說今年我運氣不太好，本來我準備先到河南，再去四川那邊，結果河南河道漲水，哎，今年夏天河南不是大水嗎？對吧？那玉米啊，農作物都淹了，水位一直沒下去，我們不好幹活，我又臨時改道來的江西，從10月底出發到現在40天了，我淘到大概20-30克，按現在1000一克的話呢，也有2-3萬了嘛。按現在的金價能賣2萬多塊錢，但出門在外樣樣都是錢。我現在跑了4000公里，已經花了1萬多。前2年我每年淘金能掙將近20萬，今年看起來可能達不到。看着淘金這個收入也不穩定啊，看運氣啊。以前那麼多年我都不願意離開家，沒想到現在我過上了走南闖北討生活的日子。雖然淘金是個偏門，我家裡人倒不反對，他們覺得你在家裡也沒什麼可幹，能賺點錢就行。身邊朋友知道的有3種聲音，一種很堅定的說淘金這是違法，一種有些猶豫好奇這究竟能不能賺錢，還有一種一聽就覺得這個好，能賺大錢。那淘金到底違法不違法呢？這分情況，就是手工淘金啊，是沒人管，沒有法律說不允許，也沒有法律說允許，屬於那種法無禁止，就手工淘金啊。但是你在河道裡淘金，你違反了河道治安管理條例，你倒不是說因為你淘金子犯法，而是你在河道裡幹活挖沙子，那就已經違反了河道治安管理條例。所以說淘金啊，就這種手工淘金啊，倒不會抓你，但是一定會趕你。
但是你要到那個挖礦，那就不行了，那就是犯法。金礦啊，今年淘金生意不好做，舉報的人變多了。有時候一起淘金的人看到你設備更專業，會眼紅就舉報你。同行是冤家，對吧？人家是拿小篩子，對吧？小盆在那搖金子，你這拿虹吸設備在那兒機械化，人幹不過你就舉報。這就好比那郭德綱的相聲一樣，哎，同行舉報嘛，同行是冤家。他說有時候是附近的村民不樂意我們來淘金舉報，你來相當於從人家碗裡搶飯吃。我前年剛入行的時候，金價便宜400出頭一克，淘金這事兒也還沒有這麼火。剛入行的時候不熟練，基本每天最少也能淘到1克。這種沙金裡面有雜質，提純之後差不多300多塊錢，不少了。他你打工一天也賺不到300。那時候隨便淘沒人管，我用虹吸機在河道裡幹，浮體像個小船一樣，別人都不知道我在幹嘛，以為我在打魚呢。今年淘金的人一下子變得特別多，競爭也變得激烈了很多。一方面是現在金價上來了，很多人看重這點；另一方面，現在別的活兒也不好幹。我路上遇到很多人，有找不到工作來淘金的，有以前自己当老板賠了錢來淘金找活路的，都是有經歷有故事的人。我遇到過比較火的點位，一條10米多的河道裡30多個人一起淘，這個場景啊，這種情況大多出現在有河道護坡的地方。這幾年很多地方都在做河道治理和護坡，挖機把上層沙石給挖開，離底板很近了，金都在上層，淘到金的概率就很大。可人多了，被舉報的幾率也變得高了。舉報了之後，執法人員會過來，但真的到了把設備沒收那一步的不多。你看，就是我說的啊，就是对吧？他就趕你，不讓你在这兒幹活，不讓你在這兒淘金，但是他也不抓你，不沒收你，就是灰色地帶啊。他要沒收你設備，那也是於法無據啊。那有的來了要你寫保證書，保證不繼續在這地方淘金，那我就換個地方就行。有的是執法人員來了，你給他幾百塊錢，你明天還能在這兒淘。有人再舉報，再來罰錢，我一天才能賺多少錢？天天這樣也吃不消。所以我現在會盡量選一些沒人的地方，哪怕是淘到的少點。我現在就在樂安江這邊一個小鎮德興銅礦的上游，這個位置資源肯定是沒那麼好，但下游已經管得很嚴了，河邊立了牌子禁止採沙淘金。我發現隨着淘金越來越火，現在很多新手小白抱着暴富夢，在網上知道淘金，被直播間的人忽悠過來。我想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大家，一是淘金是門手藝，點位不是那麼好找的很多知識需要慢慢學，而且现在淘金的人变多了，監管又嚴，今年賺錢明顯不那麼容易了。二是淘金很辛苦，而且收入極其不穩定，我自己都經常半個月不開張，月薪7000以上，有穩定工作的千萬別考慮這條路。就是你現在一個月能掙7000塊啊，就別想着淘金的事情，淘金整體算下來一年掙不了多少錢，越來越難淘。我也想過怎麼辦，可能下一步就是要去新疆青海那邊地方的無人區，但這得靠天時地利人和，你得搭上伴兒進去一趟，每人至少要花幾萬塊錢成本，必須得確定能弄到東西。我還在等時機，現在家裡老人還年輕，孩子上小學也不用操那麼多心，我還能再拼幾年。我給自己規劃是45周歲，要是再起不來的話，我就回家整個小點的修理廠，整點自己的愛好。这個就是这個東北人，東北淘金人李金龍的口述啊。如果不是3聯生活週刊這個報道，我還不知道現在還有淘金人。你看現在居然又流行淘金熱，說明什麼？就像文章中說的一樣，失業的人太多，找不到工作的人太多，沒有辦法，被逼的。你但凡一個月能拿7000，都不要去淘金，風餐露宿，對吧？那淘金那河道肯定不是像這些地方，肯定不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啊，都是偏僻的地方。這個和野外的那些地質勘探隊沒啥區別。實際上有很多人偷採金礦、盜採，這個我很清楚啊。北京周邊，河北承德、興隆，就是承德市嘛，下面有興隆下面
挨着北京的好幾個這個縣，還有滿族自治縣啊，都有金礦。那個金礦現在也不讓開採，很多有廢棄的啊，就有很多人在裡面偷採，一兩個人鑽進去。因為我在這個興隆考察過銅礦，一般的銅礦啊都是多金屬礦，它半生的，它裡面多少都有點金子。去了當地考察，就聽當地人說啊，那兒有金礦，但是不讓開採。經濟形勢不好，失業的人越多，对吧？挖礦的人就越多，挖矿的人越多，實際上大家就越捲，也越難挖。雖然現在金價啊一直在飆漲，但是淘金啊也不容易。現在你想淘到金啊，按照這個李金龍的說法，你得有設備，而且你還得賭，對吧？開車跑那麼遠，這個來回都是路費、燒油、買設備幾萬塊，結果啥也沒撈着，你不是賠錢嗎？去新疆、去沙漠，对吧？那還很危險呢，有可能顆粒无收。但是啊，有一點可以肯定啊，自古至今啊，古今中外淘金發財的好像沒有吧？都說了賣鏟子，對吧？賣那個淘金盆的賺錢，對吧？賣淘金設備的賺錢，真正淘金的賺錢的很少。在這個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大家都在失業，对吧？找不到工作的時候，迷茫的時候，這些各大社交媒體啊，這個直播間都在鼓吹淘金。實際上是在賣他的設備，他所謂的傳授淘金技術，也是為了賣他的設備，忽悠你去淘金，最後付的是這些直播間賣設備的。大家還是慎重吧，看看熱鬧就好。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